我宣布呢個就係珠海本年度最靚仔嘅大平層啦！感受下240平方，有30到40平方米嘅大陽台，無人機可以配送外賣到屋企㗎。240平方就5房5個衛生間，珠海首個錯層設計嘅第4代住宅。好，我哋去室內感受下。哇，客廳3面採光，珠海嚟講非常之少見。客廳開間8米闊，咁靚仔嘅客廳，你喜唔喜歡啊？嗱，小區標配4000平方米嘅業主會所，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、瑜伽室等等嘅配套設施。好。我哋小區去到珠海嘅主城區只需要5分鐘，25分鐘就可以去到港北口岸。大平層標配一梯一戶啦，呢啲空間都係贈送俾業主嘅。5房5個衛生間，入戶玄關嘅左手邊就係我哋嘅書房、兒童房、公主房嘅位置㗎啦，好靚仔嘅嚇，每間房好光猛。入戶玄關嘅右手邊咧就係客房套間，仲有主人房套間，放張3米嘅大床都冇問題，然之後女主人最喜歡嘅化妝間啦，一排到頂嘅大衣櫃啦，雙人嘅洗手盆都係有嘅，500萬拎包入住嚇，嚟感受下咁靚仔嘅園林景觀，你喜唔喜歡？